你有冇呢種感覺啊？當你深夜一個人行經空無一人嘅機場通道，或者係因為喺公司加班，嗰條空蕩蕩、佈滿地氈嘅走廊，明明呢個地方你好熟悉嘅，但係嗰一刻你感到一種莫名其妙嘅背後發涼，個心寒一寒，空氣彷彿凝固咗。你總係覺得轉角嗰位有啲乜嘢喺度望住你，但你回頭一睇，就只有一成不變嘅牆紙。呢種感覺就係幾千萬人共同嘅噩夢起點，我哋稱之為 Backroom 後室。不過喺開始之前，如果你唔介意嘅話，請你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 等我有動力可以製作同類型或者不同類型嘅影片。其實呢一切始於 4chan 上邊一個模糊嘅照片，呢種發毛嘅黃色牆紙、老舊嘅地氈同埋刺眼嘅日光燈。畫面裏邊冇怪物、冇血腥，但係喺短短幾年裏邊就演變成一個巨大嘅都市網絡傳說。今日我哋唔傾乜嘢虛構嘅怪物，我哋要解構一張畫質低劣嘅照片，防啲乜嘢可以觸發全人類嘅意識裏邊最深層次嘅恐懼。無論你係嚟自邊個國家，一睇到 Backrooms 都會有一種我好似去過呢度嘅既視感。呢種心理學叫做閾限空間。閾限呢個詞就代表咗過渡。喺現實生活裏邊，走廊係為咗連接房間，車站係為咗等待火車。喺呢啲地方嘅本質係過程，而唔係目的地。但係當呢啲地方失去咗人，失去咗本身嘅功能，佢哋就變成一種功能缺失嘅非場所。大腦係非常之功利嘅，習慣為每一個空間打標籤。當係見到一個應該有人，但係個空無一人嘅巨大空間，大腦嘅導航系統就會徹底輕機。呢種導航出錯所產生而嚟嘅焦慮，就係 Backrooms 恐懼嘅心理根源。你有冇諗過點解 Backrooms 嘅 Level Zero 即係地下呢，偏偏係辦公室嘅，而唔係古堡、森林或者地窖、地牢？呢個同我哋現代人嘅生活習慣有着絕對嘅關係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全球嘅建築逐漸走向量產化、模組化。無論你喺香港或者 New York 或者東京，呢種發毛嘅地磚顏色、廉價嘅石膏天花板，以及嗰種工業標準嘅日光燈，幾乎完全一模一樣。我哋集體想像出一個空間，係因為我哋正係生活喺同一個工業文明嘅模板上邊。對於現代人嚟講，嗰種無盡嘅 cubicle 其實就係現代版嘅 Backrooms。嗰種空間設計講求嘅係極致嘅效率，但係徹底抹殺咗人性嘅獨特性。我哋每一日喺呢啲空間裏邊快速穿梭，被體制推住行，從來都唔會停低觀察下周圍。但係當你一停低，背景就成為咗主角。當你被逼停留喺本來應該快速通過嘅地方，恐怖感就產生啦。Backrooms 其實係現代都市人嘅集體噩夢。我哋怕嘅唔係怪物，而係怕自己好似程式出錯咁樣，被一個龐大嘅社會系統徹底遺忘，墮進一個無窮無盡、沒有意義嘅單循環裏邊。嗰種被卡喺系統漏洞嘅無力感，遠比任何嘅恐懼更易嚟得真實。雖然物理上邊我哋唔可能代入呢個異世界，但係喺現實嘅建築設計裏邊咧，確實存在極多因為規劃錯誤而產生嘅死角或者房間。其中一個就係美國嘅羅德島商場 Providence Place。喺1999年呢座商場建造嘅時候，因為外部嘅裝飾牆同內部主體結構嘅設計圖紙出現咗輕微嘅誤差，導致商場嘅核心區域意外形成咗一個面積高達750英尺嘅完全密閉嘅空間。呢個空間冇門、冇窗，甚至喺商場嘅官方藍圖裏邊根本唔存在，係徹頭徹尾嘅一個建築 bug。2003年
一個名叫 Michael Townsend 嘅藝術家，無意間發現咗呢個系統嘅漏洞。佢同佢朋友透過商場停車場嘅一個隱蔽嘅罅隙入咗去，喺呢個被世界遺忘咗嘅夾縫入邊生活咗4年。但真正令人毛骨悚然嘅係，喺呢件事曝光咗之後，喺當地引發嘅一啲保安嘅傳聞。其實早喺 Michael 入住之前，商場嘅夜班保安就經常會匯報一啲無法解釋嘅現象，譬如話有人巡邏到2樓某一幅毫無特點嘅空白牆壁嘅時候，我哋會聽到牆身嘅深處傳來一種輕微嘅咀嚼聲，甚至模糊嘅對話聲。而最恐怖嘅係，有保安帶住巡邏犬行過，隻狗會對住冷氣嘅通風口狂，但係死都唔肯行過去。後來有啲人喺暗網討論區度爆料，話 Michael 根本唔係第一個發現呢個空間嘅人。當 Michael 第一次入去嗰陣時，裏邊就已經有一張爛咗一半嘅床褥，同埋一堆緣分不明嘅罐頭。喺商場呢個隱蔽嘅夾縫裏邊，一直有某啲嘢喺度觀察住場外邊瘋狂購物嘅人群。呢種同未知嘅事物只有一牆之隔嘅壓迫感，正正就係 Backrooms 最令人特色嘅核心。新宿車站每日有超過300萬嘅人次進出，經歷咗半個世紀嘅無數次擴建改建，地下通道層層疊疊，被稱為現實版嘅大魔王迷宮。喺呢個極度混亂、層層疊疊嘅建築過程裏邊，無可避免地會產生大量嘅被封死嘅遺忘空間。只要你推開嗰隻不起眼嘅灰色鐵門，裏面往往係一條佈滿灰塵、日光燈依然開住，但完全走唔到盡頭嘅長走廊。喺日本嘅都市傳說入邊，一直有流傳住新宿車站有一個不存在嘅地下第4層。傳聞話，當時1980年代車站大鋼電嘅時期，有一班工程人員鑿穿咗一幅假牆，發現牆後面竟然有一個滿布舊式紙皮石嘅大燈火通明嘅月台。最詭異嘅係，售票區入邊跌出嚟嘅全部都係大正時期嘅舊硬幣。工程人員甚至聽到隧道深處有火車經過嘅隆隆聲，睇住隧道明明就已經被水泥封死咗幾十年。傳聞話，如果你喺半夜喺丸珠流線附近搭錯一部維修專用嘅 lift， 當 lift 門打開，你就會見到一盞閃住黃色嘅燈光，充滿住霉濕地氈味嘅無盡嘅走廊。車站維修部嘅內部守則甚至有一條不成文嘅規定，如果你喺廢棄通道裏面維修嘅時候，聽到背後有腳步聲，絕對唔可以擰轉頭睇。呢種隱藏住極度繁華背後嘅龐大空洞，加上嗰啲永遠唔會熄滅嘅日光燈，可能隨時會將一個活生生嘅人吞噬。其實無論係美國嘅商場夾縫，定係東京嘅地下迷宮，呢啲真實嘅空間，加上恐怖嘅都市傳說，成就咗 Backroom 文化嘅爆發。喺呢個過程入邊，影像技術扮演咗最致命嘅催化劑。點解呢啲片段咁令人感到特色嘅呢？因為佢非常聰明咁樣利用咗錄影帶 VHS 嘅質感。喺高清 4K 畫面氾濫嘅今日，我哋嘅大腦對於過度清晰嘅影像都已經產生咗防禦機制，一睇就知道係 CG 嘅特效。但係 VHS 嘅低畫質、畫面扭曲、色彩失真，剛好填補咗我哋記憶中嘅空白。大腦喺處理啲模糊嘅影像嘅時候，會自動調動潛意識去腦補畫面裏邊睇唔清楚嘅地方，而我哋分唔清楚究竟呢段係真實嘅被遺棄嘅影像啊，定係我哋自己某次發燒嘅時候一啲夢境嘅殘留呢？嗰種偽現實嘅影像藝術，直接繞過咗我哋理性防線，比起任何荷里活大銀幕嘅特效，都能夠更精準咁樣擊中人心最脆弱嘅地方。好多人問我 Backroom 係咪真實存在嘅呢？我哋總是以為自己好安全，所謂嘅 Backrooms 只不過係一個網絡上面嘅虛構故事。但係你冷靜啲咁諗一諗，你每日行過嘅樓梯，嗰個永遠眨下眨下嘅燈泡，
真係因為接觸不良咩？你每日坐同一班地鐵，車廂入邊嘅廣告牌，你有認真咁睇過正面嘅文字到底寫咗咩咩？大腦為咗節省能量，會自動將熟悉嘅環境過濾咗。我哋其實根本睇唔清楚周圍嘅真實面貌。呢份恐懼本質上係我哋對於現實邊界插陷嘅恐懼。Backrooms 恐怖嘅地方係佢哋唔在於裏邊有咩怪物，而係在於佢逼你面對一個毛骨悚然嘅可能性。如果我哋以為嘅現實其實早已經出咗錯呢？而家試下擺低你部電話，或者從電腦屏幕面前移開個視線，仔細咁聽下你房間裏面嘅聲音，嗰個雪櫃運轉嘅時候嘅嗡嗡聲係咪比平時大聲咗啲？睇下你隔籬嗰幅牆上面嘅紋理係咪有啲好奇怪嘅重複感？你確定剛才你行入呢個房間嘅時候，門口嘅擺設係咁樣嘅咩？定還是你根本從來都冇逃離過有個發黃嘅空間？你只不過係喺無盡嘅走廊裏邊行得太耐，大腦為咗保護你，幫你建構咗一個名為現實嘅幻覺。下一次當你深夜獨自行經長長嘅走廊，感到背後發涼嘅時候，千祈唔好擰轉頭，因為當你一旦對上咗嗰個空間嘅頻率，可能你就永遠都翻唔到嚟。